这嘛擦到，你看看卖这吧。安尼哦，好啦，我帮你看卖。这张正开，我搞太高哎，跟头北林哎，有这么急吗？小兄，你哪伫遮？我哪会知影？我哪会伫这？小兄，郑凯，你是要去倒啦？是啦，我拄则是因为脚向用脚筋，唔知给你揽掉，你莫脚就疼呢。你家己叫救护车啊！小兄，张郑凯。叶小车，叶小车。结婚真正凶，你在画啥？但是两杯冰美式。叶小修。你照样计是要创啥？我都叫你一直改我，你想做拢唔爱停落来。你以为我干嘛？张仁凯，卖讲讲我丢无啊？我哪有啦？唔是啊，我意思是你留开我要走啊。小等下啦，你先听我讲句好无？都叫我。我袂听，你有话，客家你都得需要我讲啊。你到底要我讲几遍？你才要相信需要的唔是我女朋友。我唔管别人怎讲我，但是我无希望你安尼误会我。关我啥代志啊？是女朋友个情感呢？你有事吗？叶小修。